会尽力让大家知道。来，银乌贼哦，这个是春天一定要知道的哦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食材。对啊，对啊，啊这个不算哦。对啊，这不算。是。对啊。对啊，台北不算嘛，对不对？台北超过啊。我要取消我前一天定位。你可以回来订这里。你要订要赶快先跟他讲。对啊，3580哎。你要订呐，你坐计程车来就来那个划算。来划算还没留着。啊？他想要把它带回家。我放。哦，我想说你把它放在那里。谢谢。他想要把它带回家。它就算放比较久，口感都还很好。嗯。